呢個係乜嘢？黃色。不過如果你講粵語、廣州話、廣府話，亦即係廣東話，你可以形容佢為黃冚冚。咁但係除咗黃色之外，你又知唔知其他顏色廣東話會點形容？例如青色，青 BB； 紅色，紅當當或者紅卜卜；白色，白雪雪或者白晒晒；黑色，黑掹掹或者烏卒卒。唔單止咁，好多廣東話嘅形容詞都有 ABB 嘅形容方式。又例如黑嘅對立面，光，光橙橙；香，香噴噴；臭，臭崩崩；高，高洞洞；矮，矮得得；長，長賴賴；短，短切切；軟，軟腍腍；硬，硬咣咣；腍，腍啤啤；脆，脆卜卜；瘦，瘦猛猛；肥，肥嘟嘟；滑，滑捋捋；鞋，鞋霎霎；熱，熱辣辣；涼，涼浸浸；濕，濕踢踢；乾，乾爭爭；散，散收收；密，密質質；疏，疏瀝瀝；厚，厚搭搭；薄，薄切切；重，重揼揼；輕，輕泡泡；生，生勾勾；死，死咕咕。形容味道可以用淡茂茂、甜爺爺、酸味味。關於外表嘅有頭耷耷、眼濕濕、口擘擘、面懵懵、嘴尖尖。如果想進一步鬧人，更加可以用傻更更、懵盛盛、戇居居、烏水水。粵語博大精深，不能盡錄，下次再同大家探討啊！